迎你嚟到靜音。今日會同大家做一個金錢顯化冥想。金錢係一種能量，當你內在嘅頻率打開接收、信任同豐盛，你就會發現財富會以自然、輕鬆甚至意想不到嘅方式流入你嘅生命。呢段聲音引導會幫你透過呼吸、肯定句同埋視覺化，清理舊有對金錢嘅阻力，並打開你接收豐盛嘅內在通道。請你揾個安靜、舒服嘅地方坐低，或者瞓低都得。而家慢慢咁眯埋雙眼，讓自己靜靜咁享受而家呢一刻。跟住我一齊做幾次深呼吸，吸氣，慢慢咁吸入新鮮嘅空氣，呼氣，將你今日嘅緊張慢慢咁放低，再嚟一次吸氣，感覺空氣進入你身入邊，呼氣，將所有嘅壓力都呼出去，最後一次吸氣，讓安靜流入你心入邊，然後呼氣，慢慢咁將呢一個平靜享受一下而家嘅當下。想象一下你而家正被一層金色柔和嘅光包圍住，呢種光係宇宙金錢能量嘅顯化，佢溫暖、明亮、充滿支持，為你而嚟嘅。每一次嘅吸氣，金光會流入你嘅心輪、太陽神經叢，幫你建立信心、價值感同接收力。每一次呼氣，你都釋放埋對金錢嘅恐懼、限制。你開始感受到金錢係一種流動緊嘅能量，而你而家正係宇宙豐盛嘅接收者。我值得擁有金錢與資源。金錢輕輕鬆鬆咁流入我生命。我接受金錢，因為我知道我值得擁有。我嘅努力同創意值得被宇宙用金錢回報。每日我都活喺一個充滿機會同可能性嘅世界。我相信自己係豐盛同成功嘅磁石。金錢帶嚟自由、愛、選擇。我懂得善用同分享。請你而家想像，有筆金錢正好自然咁流入你手入邊，可能係獎金、新嘅客戶、被欣賞、被信任，甚至係銀行入賬嘅提示音。
你睇到賬戶入邊嘅數字慢慢咁上升，慢慢咁上升，你心入邊好安心，好鎮定，仲有一種開心嘅感覺慢慢咁浮上心入邊。你微笑住，因為你知道你已經開始顯化緊屬於你嘅財富，而且你會繼續吸引更多，因為你已經準備好啦。喺你心入邊講一句多謝你，多謝宇宙，多謝你自己，同擁有一切已經到嚟同到緊嘅豐盛。感受一下你身體而家嘅狀態，慢慢咁喐下隻手指，慢慢咁帶返個意識返嚟。當你準備好，就可以慢慢張開眼睛，帶住一份感恩、信心同力量，繼續你豐盛而充實嘅一日。多謝你嚟到靜音，我哋祝福你。